不管是台电也是中油石化业，为着避免电器设备无细入去导火，都使用防爆炸设备，确保公安。不过，立委就也出内部人员的检举，指控劳动部自从检验单位换过了后，这防爆炸设备就没有经过完整的测试，轻松过关。劳动部是强调一切拢符合规定。 国内大型石化厂区的公安问题普遍引起关注，尤其是防止爆炸隐形接线阿壩这款需要经过认证的设备，伫台电、中油等等的危险厂房拢有用到。立委陈椒华召开记者会，质疑劳动部一案事，故在检验单位无经过完整的测试，就互防止爆炸测试认证的形式为32项增加到241项，不用进行任何防爆测试，就可以 更改形式，而且更改材质的种类，而且更改产品的尺寸，胡来，简直是胡来。不过，劳动部官员强调讲，设备变更拢有合规定，嘛有检测数据会当查证。台电甲中油的主管机关经济部表示，若准有疑虑，未来会当伫设备做1年一改保养的时来换掉。 据我们了解，这个 ETC 这边它事实上都是有依照我们这个规定原则去实施检验啊，并没有说它都没有检验就同意它这个发刑事验证的这种情形。中油台电当初在采购这些防爆电器设备的时候，都是符合当时的这个认证的规定了啊。那这个食安署的这个 TS 认证 公布之后啊，那个法规确立之后，我们中油台电的相关的采购案就全部都采用一律采用这个 TS 的这个认证了。针对官员的讲法，陈椒华嘛是要求这寡有疑虑的设备应该要交予工研院做第三方的鉴定，避免发生公安意外。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